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2月2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8篇，撒母耳记上卷24章第1节到22节，哥林多前书11章17节到3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纪念主。在圣礼典的时候，主持圣餐的牧师通常会拿着饼，按着圣经的记载说，主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而舍的。你们每次吃的时候，就应当这样行来纪念我。接着又举杯说，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喝的时候当这样行来纪念我。耶稣基督他提供纪念他的一个方式，这个方式就是这样行。按照主的旨意行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撒母耳记24章第1节到22节记载了一段非常精彩，而且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一个故事。一个被追杀到几乎走投无路的大卫，却在机会难得的情况之下，他拒绝杀死追杀他的扫罗王，因为他认为扫罗王是上帝所膏抹的王，他不可以杀死上帝的仆人。在圣经这样说道，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，探知大卫在隐基地附近的荒野，就率领以色列人最精锐部队3000名到野山羊岩东边搜索大卫和他的部下。扫罗来到路边羊栏附近的一个山洞，进到里面去解手。刚好大卫跟他的随从躲在这洞里面的深处。大卫的部下对他说，你的机会来了，上主告诉过你，他要把你的敌人交在你的手里，你可以随意处置他。大卫爬出来，悄悄地割下扫罗所穿的袍子的一角。后来大卫为了所做的事心里不安，就对部下说，愿上主阻止我做任何伤害我主人的事。他是上主所选立的君王，我绝对不可伤害他，因为他是王，是上主所选立的。大卫终于说服了部下，不准他们伤害扫罗。扫罗起来，走出山洞，继续上路。大卫出来，跟在他的后面，高喊，我主陛下。扫罗转过身来，大卫俯地叩拜说，陛下为什么听信谗言，说我想伤害你呢？今天你亲眼看见在洞里，上主把你交在我手中，我的部下有人要我杀你，但我不忍，对他们说，我绝对不伤害你，因为你是上主所选立的王。我主，请看，我手中握着你袍子的一角，我要杀你不难，但是我只割下这一块衣角，这应该使你相信我没有背叛或伤害你的念头。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，你仍在搜索我，要杀我。愿上主判断你我之间的是非，愿他替我报复，因为我不会伤害你。古语说，坏事出自坏人，我绝对不会伤害你。以色列王要杀的是什么呢？他追赶的是什么呢？是一条死狗，一只跳蚤。上主要判断，要判定你我之间的是非，愿他详察，保护我，救我脱离你的手。大卫说完了这话，扫罗说，我儿大卫啊，那真的是你吗？于是他放声大哭，他说，你是对的，我错了。
我这样以怨待你，你仍然以德待我。今天你已经表现了你多么善良，因为上主虽然把我交在你的手中，你却没有杀我。当人抓到敌人，怎么会放他平安无事的走呢？愿上主因你今天对我所做的赐福给你。现在我确实知道你要做以色列王，而且国家会由你统治。你要指着上主的名发誓，你将保留我的后代，使我的名和我的家族的名不至于被遗忘。于是大卫向扫罗发誓，事后扫罗回家，大卫和他的部下又回到他们躲藏的地方去了。大卫如此做，不是因为人的因素，更不是因为自己报仇，而是为了上帝。大卫所做的就符合了保罗所提及耶稣基督最后晚餐时所说的话，这样行来纪念我。纪念耶稣基督的方式没有别的，只有行，活出如同耶稣基督所教导的这样的一个生命。然而哥林多教会却是不能活出基督的见证，而有损于主的名声。因为他们在教会里面分党结派，所以保罗就提出了领受耶稣救恩的圣餐，来提醒勉励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。哥林多前书11章17节到33节记载着这样说道：现在要吩咐的话不是称赞你们，因为你们的聚会实在是有损无益的。第一，有人告诉我，你们在聚会的时候结党分派，我相信这话有一部分是真的。你们当中有分裂是不可避免的，这可以使人看出谁有正确的主张。你们聚集的时候并不是来守主的圣餐，因为你们个人都急着吃自己带来的东西，以至于有的人挨饿，有的人醉饱。难道你们没有家可以吃喝吗？还是你们故意藐视上帝的教会，并且使穷人难堪呢？我对你们该怎么说呢？称赞你们吗？我就不能称赞你们。我所传授给你们的是从我主所领受的。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，感谢上帝，拨开说：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牺牲的，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。吃了以后，他照这样拿起杯来说：这杯是上帝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。你们每次喝的时候，应当这样做来纪念我。这样，每逢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，你们要宣告主的死，直到主再来。所以无论是谁要是不用敬虔的心吃主的饼喝主的杯，他就冒犯了主的身体和血。每一个人都必须先省察自己，然后吃这饼喝这杯。如果他不辨认所吃喝的跟主的身体的关系，吃这饼喝这杯就是自招审判。为了这个缘故，你们当中才有好些衰弱的、患病的，也有些死了的。如果我们先省察自己，我们就不至于受审判。可是我们受主的审判，是主在管教我们，使我们不至于跟世人同被定罪。所以我的弟兄姐妹们，你们聚集守主的圣餐的时候，应该彼此等候。诗篇38篇。上主啊，求你不要发怒谴责我，求你不要在烈怒下惩罚我。你的剑深深地刺伤了我，你的手重重地压住我，你的烈怒使我体无完肤。
我的罪过使我粉身碎骨，我沉没在罪的洪流中，罪的重担把我压下去了。由于我的愚蠢，我的创伤溃烂发臭，我因剧痛弯腰曲背，我整天悲愁，我受高烧焦灼，以至于体无完肤。我已精疲力竭，奄奄一息，我心悲愤，痛苦呻吟。主啊，你知道我的心，愿你听见我的叹息。我心惊肉跳，精力耗尽，我的眼睛失去了光彩。朋友邻人都不管我的灾病，甚至邻人也远远地躲开。寻索我命的人张开罗网，想伤害我的人恶言恐吓，整天想用诡计来对付我。我像聋子不能听，像哑巴不能说话，我像一个没有听觉的人，不能为自己答辩。上主，我仰望你，主我的上帝，求你回答我，别容许仇敌因我的灾难得意，别让他们因我的失败夸耀。痛苦老跟着我，我就要昏倒了。我承认自己的罪，我为着自己的过犯忧伤。我的仇敌健壮凶悍，我无故恨我的人数目众多，以怨报德的人跟我作对，因为我要走正直的路。上主啊，求你不要撇下我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不要远离我。主，我的拯救者啊，求你快来帮助我。人人都有自己的意见，有自己的想法，但是主帮助我们，愿意谦卑、顺服、追求合一，让我们在教会里面，在生活中愿意学习主的模范，爱人如己，不追求自己的益处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